學聯準備發信要求港區人大政協安排佢哋上京同中央官員會面。民陣星期日發起遊行到中聯辦，要求撤回人大831決定，預計會有幾百人參加。施立秋報導。撤回人大決議！撤回人大決議！民陣聯同學聯、學民思潮同多個泛民政黨嘅代表召開記者會，話特區政府管治失效，唔能夠向中央反映港人訴求，所以星期日下晝發起遊行，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到中聯辦請願，但唔會有佔領行動。今次預計人數咧係幾百人左右，係一個唔算係大規模嘅遊行。個原因亦都係我啱啱講過，我唔希望如果我哋進行遊行嘅時候咧，警方都可以借機清場，而我哋都唔係話即係喺現時嘅佔領嘅成果喺鞏固嘅情況之下咧，再去開拓一啲新嘅地方。民陣要求警方開放中聯辦對開嘅行人路、花槽同2個行車出入口通道，俾示威者進行集會。學聯表明唔會喺遊行之前上京，並且會向港區人大政協發信，要求協助安排同中央官員會面。如果佢唔回應或者係即係含糊其辭的話，咁我相信都係同埋特區政府一樣，都會係必然係蛇鼠一窩，就係唔希望係即係協助香港人解決呢個問題。學聯話上京嘅人選會喺未來1-2日敲定。有線電視記者施樂秋報導。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文話：學聯冇需要上京，認為香港問題可以喺香港層面解決，呼籲佔領人士係時候撤離。我喺北京申訴呢件事係冇可能。點解咧？唔係北京認為呢個問題唔需要佢哋去上京，佢哋知道啊嘛。佔領運動之中呢，已經係震動世界。咁當然呢一樣嘢呢，你個目的已經達到啦嘛。呢個唔係而家靠一場運動呢，即刻立即可以解決嘅。所以我認為呢個時候係叫好就收。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網誌話：香港唔能夠亂，又話香港警察係保證社會秩序嘅最後一條防線。梁振英話：爸爸2次大戰之前加入警隊，做咗30幾年退休，佢深知警察嘅辛苦。又話幾十年前嘅社會同今日唔同，警察工作亦都唔一樣，不過辛苦程度冇變。又話近日有人公然犯法，標榜抗命，漠視法庭命令，警察面對工作壓力極大。知道社會上有唔少人以各種嘅方式表達對警隊支持，佢代表特區政府向所有支持警隊嘅市民表示衷心感謝。又強調香港唔能夠亂，香港警察係保證社會秩序、維護大家生活穩定嘅最後一條防線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喺北京拜會人行同中證監等嘅部門。